就是咱礼拜是天会班，咱拜六大家来斗白衣啊，来斗服务，来斗清点这嘛咱做有意思。再来中心的活动是人才教育班是12月初1，土地新会班是12月15，心灵成长营厝若有国中、高中、国校的，拢会当带来心灵成长营，嘛是12月15。搁有咱报告是读经班，咱的读经会课甲咱迄间有求道开智慧的，咱带咱的朋友大家来说，有市集，来遐有一寡迄素食的市集咱之前20周年庆老来过，大家就知。咱来说市景天天是12月24，这个时间会咱招咱的朋友啦厝内面的人来上元山来咱的中心运动行来再来就是讲伊志工项目，就是伫即个仪式的前一天咱可能会有一寡布置志工的布置安尼，主要的特点大概是伫遮甲咱报告，共款的咱即摆嘛是要请咱各位前线帮我们那个发一下那个。咱的弥勒救苦真经来诵经咱就依着大家的决议咱就一下诵经完，然后诵经完毕之后，我们就来做立班支持，然后结班这样子。咱倒退者毋捌，你若无背起来，可能爱退一下毋捌，无咱上面来那个社控。首先，咱把它用起来咱投影。